环境部升格了后碳权交易所嘛已经伫8月挂牌咯，也毋过相关的处罚阁还未预告。环境部长施富成正正是表示讲，咱国内的碳费征收的费用一吨10块美金起跳，大约是代表320块。也毋过环团是认为一吨应该至少要500块起跳才合理。 环境部升格满月，部长施富成表示，应用气候变迁是优先政策。不过，环保团体各咧等待开征碳费的相关处罚，当时要公布，烦恼延后着开征的进度。针对最近部长施富成表达，开征碳费要避免引发物价波动，形成绿色通膨，嘛表示起征的价数达动10美金，大约代表320块。环团不满绿色通膨的讲法。 你一个环境部长不能够去放送这个所谓的绿色通膨这个错误的一个修辞，因为我们强调说，所有的碳费、碳定价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它是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你唯有这样做的话，你才能够启动最多的绿色投资。环团认为企业减碳缴碳费，政府阁提供优惠费率非常不合理，要求环境部制定会当启动业者有效减碳的费率，落实世代正期。 碳费每吨500元起征，并以2030年时起征价为3000元为目标，逐年调升，以落实世代正义跟污染者负配的原则。对此，环境部强调，优惠费率是台湾促进减碳的工具之一，是企业真正有实质的减碳才会当使用。重申重点不是在收钱，是在减碳。 我们必须强调，减碳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厂商可以利用这样的机制来促成实质的减碳，那这样对全球对抗气候变迁来讲，才是正确的做法。面对环团批评碳费相关处罚制定延后，气候变迁署表示，要拼伫年底进行来有个相关的草案，费率包括优惠费率拢老态，每年上半年成立的审计会来研究，嘛强调向企业收取碳费进前，必须要有明确的计算方式。 第三方查验的机构，所以已经有个处罚当中有3个甲业者减碳有关系，并无拖到。记者林建梅、曾志成台北报道。